嗱，我哋如果認為美元未跌完嘅話，金價就未升完。如果我哋認為美元呢個信用體系遭受到破壞，好似阿巴菲特講，佢唔知道以2年定係20年，冇人知道。咁如果係2年咪升2年，20年咪升20年咯，係咁簡單啫嘛。咁所以我覺得，仍然係嗰句話，即係黃金應該係每一個人嘅投資嘅組合入邊嘅一個部分，而唔係話大家瞓晒身，成副身家買，亦都唔係咁嘅意思，而係你嘅投資組合入邊係一定要有黃金嘅，咁樣先可以有一個投資組合分散風險嘅啫。咁黃金咧其實同股票佢個走勢基本上相反，尤其係同美股基本上係相反嚇。咁所以如果你買咗黃金嘅話，你自動對於美股嘅風險亦都會有好好嘅對沖嘅。咁所以我覺得今年以嚟黃金係跑得最好嘅大類資產啦，沒有之一啦嚇。咁好多人都畏高嚇，即係好多人去估呢個黃金幾時先去到頂嚇。咁其實我覺得呢個邏輯好奇怪。嗱，好多人認為比特幣係數字黃金，比特幣要去到唔知幾百萬。木頭姐話佢要去到幾百萬。OK， 咁如果你可以買數字黃金，點解你唔買真正嘅黃金咧？你點解要買一個黃金嘅平替品咧？如果你認為黃金嘅平替品要去到幾百萬先見頂，因為佢所謂嘅有限嘅呢個有限嘅供給，咁黃金嘅供給更加有限，得返5萬噸地底下挖完冇噶啦。OK， 咁所以呢啲都係我覺得呢啲邏輯，即係整個市場嘅邏輯係好奇怪。即係如果你認為波動咁大、風險咁大嘅所謂嘅數字黃金都可以買嘅話，點解你覺得3000零蚊嘅黃金唔可以買咧？係嘛？咁如果你認為比特幣仲要漲10倍啊，去到100萬啦，而家10萬啦，去到100萬，咁黃金點解唔可以升10倍咧？因為一樣嘅啫嘛，佢亦都係冇，大家都係貨幣，甚至黃金係幾千年嘅貨幣，大家都冇利息，揸住都冇利息收嘅嚇。咁但係你話無論從波動好，從供應好，從乜都好，我覺得如果你認為數字黃金嚇，所謂數字黃金嘅貨幣係可以買嘅話，咁其實黃金同樣嘅邏輯，反而黃金你應該買更加多。難好多嚇，因為佢嘅波動，呢個人係一個波動性嘅 instigator， 即係佢係搞屎棍嚟嘅。OK， 咁所以咧佢喺呢度一日咧，你就會唔安樂一日嚇。成日我而家就係成日聽講啲朋友就係半夜3更起身睇下個美股有冇跌嚇。咁波動性非常大。咁所以，但係咧你亦都要記住係一個人佢本身佢係冇辦法改變經濟周期嘅運動嘅方向，佢只會改變佢嘅呢個漲跌嘅呢一個幅度同埋頻率，但係呢個大嘅趨勢係唔會變嘅。咁所以咧，雖然佢喺度搞事啦，咁嗱，其實嗱你睇到啦，佢話佢要一個強美元，佢話要咩製造業回流美國嚇，有冇發生嗰陣冇？好似so far冇咯，係so far除咗市場劇烈波動之外，我哋並冇睇到佢想要嘅嘢喺度發生緊，係啊！不單止如此啦，譬如我哋蘋果公司話哦，我而家賣去美國嗰啲 iPhone 咧，我哋要去轉晒100%喺呢個印度生產，咁點解唔係去美國生產咧 ？So weird， 係嘛？咁好明顯就係美國你要啲美國人去擰螺絲，冇可能嚇！你從一個產業鏈嘅頂端，喺個食物鏈嘅頂端，即係你個頂端就係金融，因為你控制咗全世界嘅金融，咁樣你行翻落樓嚇，你從呢個金字塔嘅頂端行翻落樓嚇，我就覺得好難實現啦。同埋你即係相當於係要美國人去自己去倒退翻去以前嗰個咁樣嘅社會，去工廠入邊工作，而唔係喺一個 air conditioning 嘅環境下，辦公室入邊 click 鼠標就可以買賣股票就賺到錢。你覺得大家會咁樣？我覺得唔會咯。係啊，我覺得好難想像。係啊，咁所以我覺得佢一個人咁樣嘅政策嚇係好難改變啊，好難改變呢一個
好難改變呢個經濟周期嘅運行嘅方向。